若讲到这空热风台来的时阵呢，有一对捷克来翁仔某因走去德鲁古爬山，落尾是有成功救着人。另外讲到这苏花路龙惠德磅坑北边口放弃，按说明仔载中昼会拍通。若这秀林乡呢是出现假热啊风，要真侪主挂，互让风吹甲翘起来咯。甚至这更牛的天顶落落来，电火条啊断到半截，有影是真恐怖。这空勤乌英直升机吊挂平安得救了后，这可一翁某真感谢两人发送求信去了后，就伫原地等，互搜救人员顺利找到。这是因第一摆来台湾爬山，本来叫是10月底，毋是风台季节，而且入山时阵天气袂歹，是为到山拄着风台。在空对强风大雨影响之下，大高山苏花路人真侪所在路石崩塌、土石流在前。上严重是大高山惠德磅坑北边大量土石大裂，长度300公尺，宽15公尺，平均高度要4公尺。东澳还有东澳到南澳、台九町跟构建路段和平到河中的部分有一些落石坍方也是早上9点就抢通的。和仁到崇德的部分，惠德隧道前面的一个土石流量体大概12000方，最快到明天中午的时候进行抢通。我们的侧门不敌强风，整个被吹歪。秀林乡嘉明村是伫风台当中，佮另外拄到假热风，厝顶假上天，路边的电火条啊断去，带电人员抢修，有9支的电火条向南平倒，差不多10几户徛家被破坏，好在在无人员伤亡。10点多的时候，就突然听到很大声的一个棒，我们以为是土石流，就一出来看，我们旁边屋顶也都被吹掉，然后那边还有一堆那个西行钢，应该是从其他地方被卷过来的。另外，北边沿岸经过风台大水雨过后，出现大量水流茶，数量真多。而美仑溪出海口甲北边的海面，完全拢是因为以前捌看过这种情形，过路的民众看甲是咧得志，较特别是空气当中，佫充满真高的茶苦的香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